马可福音第5章，佢哋來到加利利湖對面嘅片，屬吉拉森人嘅地區。耶穌一下船，就遇到一個對從捕出來嘅人，兩人本下令附身，一直喺在從捕，無人能控制佢，用鐵鏈也困佢唔起。千多擺有人用腳鐐束靠鎖定佢。總係腳鐐沙本佢打碎鐵去，束靠沙本佢扭斷鐵去，無人有能力來制服佢。佢日夜在從捕，老三度清險，又拿石頭敲自家。佢遠遠看到耶穌，就走過來，跪在佢嘅面前，大聲喊講：這個上帝嘅來耶穌，你做乜嘅愛關心我呢？我奉上帝嘅名求，莫走他們。佢講呢個話係因為耶穌已經吩咐佢講：下令啊，對呢個人身上出來。耶穌問佢講：你按到乜嘅名？佢應講：我按到太權，因為我哋清楚。佢再三求耶穌莫腳佢哋離開嘅地方，在附近3排檔。拄好有一大群主嘅在嗰邊食東西，下令就求耶穌講：所以我哋一組群，本我哋負責主嘅地位。耶穌准佢哋，下令就對嘅人身上出來，一批組群，歸群主嘅約2000隻，上下並講，跌落湖地擺，全部浸死，將主嘅人就走脫。佢哋去上都老周圍嘅鄉村講起呢個事，眾人就出來看，到底發生乜嘅事情。佢哋來到耶穌嘅位，看到嘅本鬼附身嘅人，就是頭擺本大群鬼附身嘅，坐定作好三副，頭腦清醒，佢哋就清楚講，看到呢事情經過嘅人。將發生在本鬼附身嘅人身上老主權嘅事，老大家講，佢哋就要求耶穌離開佢哋嘅地方。耶穌上船嘅時，嘅10本鬼附身嘅人來求耶穌講：我聽你去好冇？耶穌唔肯，仲係老佢講：轉去也屋下，老清楚講，主樣板用慈愛對待你。並且為你所做嘅事係樣板嘅態，嘅人就離開，即是在10日嘅地方宣傳耶穌為佢所做嘅事情係樣板嘅態，所有聽到嘅人全部感覺真奇怪。耶穌又坐船轉到湖嘅邊去，在湖邊有一大群人來到佢嘅面前吃食。嘅所在有一個非常嘅管理員，名按到耶路也來，佢一看到耶穌，就撲在佢嘅腳前，求佢講：我嘅萬聽到嘅事，求你來去為佢安舒，以好佢救佢一命。耶穌就同佢去，千多人也站定聽佢去。嘅所在有一個婦人家，活血漏病12年。看過千多嘅醫生，在佢哋嘅手下受千多嘅苦，所有嘅錢財也用脫去，仲係佢嘅病唔但止無好，反轉還加嚴重。其實聽過耶穌嘅事，所以站在人群中，行到耶穌嘅後背，命佢嘅心，心肝想：我只有命到佢嘅心，一定會得到醫好。佢嘅血流嚴時就停止，感覺身上嘅病已經好了。耶穌即時感覺有能力從自家身上出去，就在人群中轉過身來講：乜人命我嘅心？佢學生應佢講：你看，很多人針對你還問乜人命我嗎？仲係耶穌四面見前。愛看萬人命記，嘅婦人家對自家身上所發生嘅事，
手逼逼擦，来到耶稣嘅面前跪落去，就是老佢讲。耶稣对佢讲：摩耶啊，你嘅信心救到你，安心转去，你嘅病已經好咧。耶穌還講定兩句話嘅時，有人對會堂管理員嘅部下趕來，老入路講：阿摩耶已經死咗，樣板還羅通先生呢？耶穌唔答佢哋所講嘅話，對會堂嘅管理員講：唔是講，只愛信。然後佢帶定彼得、雅各，老雅各嘅老太約翰窮下去，唔肯本聘人聽定佢。佢哋來到會堂管理員嘅屋下，耶穌看到大家亂吵吵，太上叫，耶穌入去對佢哋講：佢哋做乜嘅亂吵吵太上叫呢？雖然呢並冇事，係衰踢天天。佢哋就笑佢，耶穌將佢哋腳出去，就帶定4年嘅廿愛，到佢3個學生入去西亞摩爾嘅房間，佢牽定西亞摩爾嘅手，對佢講：泰麗莎古米，意思就是西亞摩爾，我吩咐你行起來。西亞摩爾臨時就行起來行，佢已經12歲，這個事使大家非常稀奇。耶穌嚴嚴吩咐佢哋唔好宣傳這個事情，要交代那道東西本西亞摩爾說。